而濱海商務區比馬鞍島更加慘烈嘅係，整個片區所有嘅配套都係南美收場，一定極度不建議選擇呢個區域啊！而手流通嘅市場咧，就算你幹到7、8千都冇人接手嘅。歡迎翻到講心字嘅 channel， 大家好，我係阿森。今日咧就唔係出去拍筍盤啦，咁主要可以睇下我手上呢一張圖嚇，咁同各位街坊觀眾咧就分析下珠海各個區域嘅樓價以及價值啊。咁隨着23年7月嘅1號啊，港車北上嘅政策正式實施之後，截止到25年年中，港車北上嘅數量已經突破咗100萬輛次。26年春節咧更係刷新咗歷史新高，單日嘅入境車輛咧係超過咗1.5萬輛次嘅。越嚟越多香港街坊咧對珠海呢個城市係更加之喜愛。首先係交通方便啦，食嘢又平，服務好，環境又靚，咁其實真係非常之適合退休或者係度假嘅，所以從而令到好多香港街坊咧會選擇喺珠海置業。我諗亦都會有好多朋友咧一直係留意緊珠海嘅樓市，亦都有好多朋友係啱啱接觸珠海嘅，對珠海嘅認知度其實並不高。當然，珠海其實並非一個好大嘅城市啊，主要係分咗3個行政區域去組成嘅，有香洲區咧、斗門同埋金灣啊。咁呢3個行政區域裏邊咧，咁我哋作為香港人翻嚟去買樓揀樓，應該點樣去做出選擇？又或者我哋海外嘅華僑朋友，如果想了解珠海，應該點樣做出一個正確嘅選擇？選擇一間適合自己嘅居所，作為退休或者係度假用。OK， 咁啊直接入到我哋嘅主題，我哋可以睇翻成個珠海嘅樓價，最平咧就7000幾到45000幾不等嘅。我哋可以理解成為由8000蚊到3萬蚊一平方嘅成交均價。咁點解有咁大嘅差異？同樣都係珠海啊，相差成4到5倍。其實就係因為地理位置、人口結構以及產業結構嘅問題。咁喺呢3個行政區域當中咧，香港嘅同胞關注嘅其實嚟嚟去去都係幾個板塊嘅啫，滬深新城啦、南灣啦、航空新城，仲有高新區等等。其中第一個當然要講從港車北上第一站講起，香洲區嚇，亦都係我哋嘅主城區。咁而家嘅樓市其實已經回落咗好多㗎啦，由早期嘅最低3萬門檻你先買得到，回落到而家萬幾蚊都有得選擇。咁所以話好多觀眾朋友佢哋會追求翻高品質。咩係高品質？譬如話醫療啦，享受珠海最好嘅醫療；譬如教育啦，享受珠海最好嘅一個學位。當然學位目前對我哋嚟講係用唔到嘅，但係對於日後我哋要將層樓賣翻出去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附加值㗎嚇。咁以及享受主城區嘅生活配套。講到主城區嘅商業配套，目前最 hit 嘅無非就係我哋嘅華發商都啦、環宇城啦同埋富華里嘅。佢哋主要咧係集中喺呢個南屏、前山、拱北呢啲板塊嘅嚇，咁呢幾個區域咧，亦都係距離人工島同埋拱北兩大關口最近嘅地方。喺成個香洲區嚟講，有5間3甲級嘅醫院，有無數個大商場。珠海市區當中商場咧，起碼超過2個手嘅，都係一啲大型嘅商場啊。所以話，如果追求呢一種品質生活嘅香港買家，陸陸續續其實將關注點咧已經放翻喺市區啦。當然，除咗兩大關口嘅其他地方，我哋南邊仲有紅、寶、十同埋橫琴呢個地方啦。咁亦都叫做紅灣保稅區十字門啦。而橫琴喺09年新區掛牌發展咗10幾年啦。喺25年嘅年初咧，官方正式更名為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已經正式完成去珠海化。嚴格嚟講，其實橫琴已經唔屬於珠海嘅區域範圍。而橫琴香港街坊嘅關注度咧，也並不是那麼高啊。畢竟住宅入手嘅門檻都要去到4萬嘅均價。其次咧就係紅灣保稅區啦。咁曾經紅極一時啊，被稱為呢一個橫琴後花園，而家淪落到整個區域咧都係爛尾樓。其實國家對呢一個區域嘅定位咧係保稅加工、倉儲物流、國際貿易等功能。真正批覆嘅住宅用地咧係得幾個%嘅啫。然而當年唔少嘅中介同行都賣咗好多唔具備居住屬性嘅公寓，去慳咗唔少嘅港澳街坊。如果話而家仲有中介同你介紹咩橫琴後花園50幾萬總價，嗰啲大部分都係公寓啊，咁你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下。咁再到仲有灣仔同十字門啦，咁呢2個地方啊，又叫做十字門嘅中央商務區，係珠海嘅 CBD， 亦都係香港街坊選擇較多嘅區域嚟嘅。
例如華發琴務新城咧，就靠住高性價比嘅海景房，喺25年嘅全年銷售額超過1200套，成為珠海樓盤嘅銷售冠軍。十字門同澳門一江之隔，擁有不可複製嘅一線光景以及全新落地嘅城市規劃。而家嘅均價咧，亦都係22,000蚊左右啊。其次，對上嘅北邊咧，我哋可以見到有唐家北圍啦、後環、半島、唐家灣、金锭呢個區域咧，我哋統稱為唐家高新區，同中山嘅翠亨新區係相鄰嘅。呢一度係集合咗高新產業以及高校聚集地，以及係深珠通道未來嘅橋頭堡。呢個區域咧係有非常之完善嘅商業以及醫療，仲有旅居度假配套。去年嘅華發珠海灣憑藉住打造科技4.0住宅新穎嘅產品力，蟬聯咗高新區1到12月全年網簽套數 Top 1啊！其次咧，仲有眾多港澳街坊都選擇嘅位置，就係唐家半島呢個位置啦。呢一個有個樓盤叫做格力海岸啦。講到度假舒適度咧，唐家半島嘅環境喺珠海係數一數二嘅，背山面海，春暖花開，擁有珠海情侶路海岸線。而整個高新區前環半島係屬於呢個區域最適合居住嘅地方，全部規劃有住宅啦、遊艇碼頭、海岸線公園等。以往係3萬幾嘅均價，但係經呢幾年嘅疫情，亦都回落到2萬左右嘅海景房，係具備一定嘅性價比咯。其次就到唐家北圍啦。咁呢一度咧，曾經靠住珠海高新區產業以及深珠通道一度炒作跌落神壇嘅區域啊。當時嘅概念係話，今日嘅北圍會成為以後嘅深圳咁樣嘅講法啊，起咗大量嘅住宅群啦，居住人口少，配套就自然都好難跟得上。屬於珠海主城區嘅邊緣地帶，典型嘅供大於求啊！呢個板塊選擇係需要謹慎選擇啊！仲有係唐家金锭同埋唐家鎮咧，就係呢一個工業為主嘅，同中山嘅三鄉相鄰，新樓相對比較少，所以冇咩香港街坊會認識呢個地方。最後珠海嘅發源地就係老鄉洲，老鄉洲、吉大、前山呢啲地方咧，咁其實都係屬於老城區。配套屬於珠海嘅頂流，因為發展嘅時間咧比較耐，會有好多較大年份嘅樓盤聚集，冇咩新地開發，好難做到城市更新啦。而現時嘅房價最頂嘅區域，亦都係喺吉大呢個地方嘅。咁例如情侶灣1號咧，就去到4萬蚊起嘅均價，屬於珠海老前嘅豪氣濱海區。而新鄉洲係屬於珠海嘅教育王者，擁有珠海最好嘅校區啊。咁同埋新嘅珠海行政服務中心，而新鄉洲正正係因為佢係教育王者，歷經咁多年市場嘅變化，佢嘅房價咧亦都冇受到咩影響嘅。最典型嘅例子，當屬係我哋嘅五洲花城，以前賣到4萬嘅均價，目前1、2手都係4萬嘅均價，可以見得一個頂級嘅學區對房價嘅影響係有幾咁大。以上新老鄉洲呢幾個區域係香港人關注特別少嘅，大部分都係珠海本地人，或者係外地嚟嘅新珠海人比較重點關注嘅區域。主城區裏邊咧，仲有南灣啦，號稱珠海富人區，擁有珠海城區裏邊最靚嘅城市景觀，成熟嘅商業配套，北山大院以及華發商都，均價嘅話都係喺25,000蚊左右。主城區最後一個地方叫做三溪科創園，就係早2日我哋去實地拍攝過嘅一個樓盤，叫做萬舒溪里。可以睇到係喺中山嘅坦洲交界處，呢個位係屬於中山嘅嚇。咁1.6萬嘅均價咧，係現時珠海主城區裏邊最平最新嘅住宅。跟住上圖咧，可以睇到旁邊就係中山嘅南邊啦。咁呢一度咧就有幾個鎮啦，就係坦洲、三鄉、神灣。港車北上離港珠澳大橋較近嘅中山鎮區就係呢3個地方。咁相比更加近，價格更加低嘅香港街坊會選擇呢幾個地方，例如幾年來一直都好多港人關注嘅樓盤華發觀山水，就以5到6千蚊嘅價格加自然生態環境，令到唔少街坊係度假養老都選擇咗呢度嘅。正所謂蘿蔔青菜各有所愛啦。當然我哋認為買樓就係1分錢1分貨嘅，咁你付出咗幾多錢你就享受幾多配套，你付出咗幾多嘅錢你就享受對等價值嘅單位。並唔會話存在買貴嘅講法啊。OK，咁市中心咧，我哋就睇完啦。咁我哋就講翻西部嘅板塊。咁西部板塊咧，亦都分咗2個行政區域嘅。
斗門以及金灣啦。我哋先睇翻珠海市嘅人口數量分佈。珠海嘅總人口咧250萬人，其中香洲區係佔大頭140萬嘅常住人口，斗門咧62萬，金灣45萬。從呢個區域可以見到，香洲區係佔咗總人口嘅57%，但係佔地係比金灣或者斗門任何一個都要細。從人口密度嚟睇，係要高出咗3倍。從呢個數據可以睇出，西部板塊嘅樓價一定係比主城區要平。而其中斗門係珠海佔地面積最大嘅區域，經濟發展主要係有以農業以及生物醫學、電子信息產業為主，擁有眾多嘅旅遊資源，例如黃楊山啦、漁溫泉、金台寺等等。咁講翻各個鎮區嘅樓價先嚇。首先當然係我相信每一個留意珠海樓市嘅朋友都有關注過嘅滬深新城、滬深路。滬深新城咧係政府打造嘅西部核心 TOD。呢一個區域咧，咁商業其實一直都停滯不前。呢個板塊有大量嘅新房住宅，人氣少，配套亦都跟唔上。均價嘅話，1萬出頭就有交易，對比以前高位咧已經回落咗一半唔止。但係我個人認為呢個區域需要好多嘅時間先可以盤活。喺選擇滬深新城嘅時候咧，需要格外謹慎咯，唔好睇價錢對比主城區平而吸引到你。而滬深路嘅價格亦都係9000蚊到16000蚊嘅均價都有嘅，銷量一直比較好嘅，口碑唔錯嘅有五洲家園啦、恆裕江山匯等等。咁雖然配套唔算好強，但係屬於香海高速嘅橋頭堡，勝在價格比主城區要低。港車北上嘅朋友，如果想要性價比高啲，唔介意30分鐘嘅時間車程到達港珠澳大橋口岸，可以考慮呢個板塊。不過流通性就一般下。而且呢個區域咧，對於需要高度依賴直通巴士嘅香港朋友嚟講，就係得江山匯係具備呢個條件嘅啫。所以對於冇車出行嘅朋友嚟講咧，就需要謹慎選擇。其次，斗門其實有商品房最多嘅係以上講到嘅滬深路以及井岸、尖峰南同埋白蕉呢個地方嘅。咁呢兩個地方咧，就好似而家滬深路嘅配套都不如佢㗎，好老實講。因為而家最 hit 最大嘅商業萬達廣場啦，都係屬於尖峰南嘅。但係我哋相信好多留意珠海樓市嘅朋友，亦都冇聽過尖峰南或者白蕉新城呢兩個陌生嘅名稱。其實尖峰南係斗門嘅行政服務中心，目前發展亦都比較成熟，該有嘅配套應該都有晒。咁呢兩個地方咧，主要係本地客群消化，咁屬於斗門嘅老城區，價格亦都一直穩定喺11200甚至15006嘅價格。咁呢個例如世榮上觀啦，或者世榮觀景等樓盤，亦都係非常之受當地人嘅喜愛嘅。居住環境亦都唔錯，仲有黃楊河景啦、濕地公園等配套。而白蕉主要在售嘅均價咧就8000蚊左右，主要嘅住戶咧都係本地人居多。其實主要斗門嘅核心區域選擇咧係滬深路以及尖峰南，一個咧係未來嘅潛力股，另外一個咧係所見所得。而地圖所見呢個角落位咧，就叫做白藤頭嘅。咁我哋如果有嚟過珠海呢個地方玩過嘅朋友，一定都知道白藤頭海鮮市場啦。咁同埋咧，菏洲咧呢兩個地方主要係靠種植、養殖同光伏為主嘅。OK，咁再睇翻，隔離仲有個連州啦、斗門啦呢兩個區域嚇。咁呢兩個地方咧，基本上就係沿住個農民以養殖啊、種植為主嘅原生態村落啊。基本上係冇咩商品房在售嘅。下邊呢一個咧就叫做富山工業園，咁顧名思義啦，就係以工業發展為主導嘅區域啦，主要生產電動車、新能源、電子信息等多個產業為主，亦都係有一個樓盤咧就叫做五洲富山園，均價6500蚊嘅。但係呢個樓盤係離口岸相對夠遠，自己開車嘅話1個鐘頭先到口岸同埋主城區，周邊都係工廠工業園。我個人就並不是那麼建議嚇。所以要謹慎選擇。右手邊呢個咧就叫做乾務鎮，咁乾務咧係由多個村落村莊去組成嘅，整體冇咩城市界面可言，係以工業以及農業為主要發展產業，商品房嘅數量咧亦都係屈指可數嘅。咁喺乾務咧亦都有一個樓盤係好多香港人買咗嘅，就叫做星河湖山春曉，均價9000蚊左右，同樣係離主城區比較遠，周邊都係村落，冇咩配套可言。我個人亦都唔係好建議呢個樓盤嚇，因為呢個樓盤咧係一定冇辦法喺本地消化，
可以講係買嘅時候容易，到你真係想要甩手嘅時候咧，非常之難啊！流通性基本為零嘅。咁整個斗門上述咧就講得好清楚啦。咁我哋接下來咧就講到第三個區域，就係金灣區。金灣係屬於珠海嘅南部片區，常住人口45萬人，係珠海嘅重點打造市庫中心，係海陸空鐵綜合樞紐。而金灣嘅城市名片一定就係航空新城。咁航空新城咧，呢一個地方係先規劃建設，先起配套，同時再起樓，而且係邀請咗新加坡嘅規劃大師劉泰格先生操刀形成今日嘅航空新城中央商務區。咁亦都係金灣區嘅城市門面。目前已經有配套有金灣藝術中心啦、華發商都、文化中心、圖書館等地標建築群，仲有12萬平方嘅中心河濕地公園、金山公園、金灣情侶路等等。但係航空新城嘅 B 片區同南拓區咧，仲有好多個通地係待開發嘅。而航空新城高峰期3萬嘅價格係一度港超上主城區嘅，而家回落後均價咧大概16000蚊左右。好似粵海十貴府呢啲小戶型特價咧，13000蚊嘅均價現樓發售，比二手樓仲要平。另外一個大熱嘅樓盤咧就華發金灣府，屬於華發4.0住宅金灣嘅代表作，均價咧就17000蚊左右，亦都係值得大家考慮下嘅。而旁邊呢一個紅旗鎮咧係屬於金灣區嘅老城區啊，商業及生活配套咧都比較豐富，離航空新城嘅配套亦都比較近啦。在售嘅樓盤均價咧亦都比較高性價比，9500蚊每平方。而睇翻南邊咧有一個地方就叫做濱海商務區，而呢個區域咧係整個中山珠海最失敗嘅新城開發區域。當年係借住3公里嘅海岸線，以填海新區以及橫琴後花園嘅稱號咧，慳咗唔少全國各地嘅投資者。最高峰嘅時候價格一度去到3萬一平方，就比較似中山馬鞍島當時靠深中通道嘅概念炒作，提前透支咗未來房價嘅一個板塊。而濱海商務區比馬鞍島更加慘烈嘅係，整個片區所有嘅配套都係爛尾收場。現時都有在售嘅新房，價格12000蚊左右，但一定極度不建議選擇呢個區域啊！就算你而家係低價買入嘅，但係配套一直落空，人氣亦都冇辦法上嚟。咁以後二手流通嘅市場咧，就算你降到700千都冇人接手嘅。再到南端嘅三灶鎮啦，咁呢一度係航空產業嘅大本營，有金灣機場啦，係每年珠海航展嘅舉辦地。由於地理產業原因，呢個區域基本上比較少嘅商品房在售。而南水同埋平沙就係珠海嘅萬畝連片種植示範區域，培育生態水稻啦、優質蔬菜，成為咗大灣區嘅重要菜籃子。因為較少嘅商品房亦都係本地消化，而且離主城區口岸亦都比較遠，對於香港街坊而言咧就冇咩存在感嘅。我相信好多觀眾朋友咧係聽都未聽過，以及平沙新城呢一個濱海大餅文旅發展區域，亦都要謹慎選擇。當然，如果你係話我純屬想單純上嚟度假退休，我唔在乎佢升跌，我係享受佢周邊嘅環境，近海邊嘅冇問題。咁大家一定要有個心理準備先嚇。好啦，咁我哋而家珠海呢個區域圖咧，都睇到我哋都畫到花晒㗎啦嚇。咁我相信鏡頭前面嘅觀眾朋友咧，大家應該睇到呢度咧，會對珠海有一個全新嘅了解。當然啦，咁除咗我哋了解咗好多區域之外，仲要揀翻一個好嘅樓盤。而珠海呢一個賣緊嘅樓盤咧，大大細細係超過100個嘅。咁我認為有80%嘅樓盤咧係冇咩價值或者係投資屬性存在嘅，因為比較偏遠啦，同埋產品力不強。最緊要就係而家新出咗4.0嘅住宅啦，咁令到好多原本賣得好嘅舊規住宅，佢哋嘅銷量咧亦都受到一定嘅打擊嘅。所以我哋去揀樓盤嘅時候咧，要花啲時間去做功課，因為未來嘅住宅更新迭代會好快。如果你買咗一啲冇競爭力嘅淘汰產品，咁你以後就唔好預住賣得翻出去啦。咁如果你話我諗住平平地買間度假屋進行退休嘅，咁以後冇諗住變現離場，咁冇問題嚇。但係如果你要想日後有機會將佢變現，或者需要資金回流翻香港嘅話咧，咁你就要喺區域上面做多啲功課，
一定要首選翻一個有人口、有產業、有二手流通性嘅區域啦。咁對於區域方面咧，我哋今日大概就分享到咁多啦。咁接落嚟咧，我會再細化咁去分享一啲生產總值啦，以及人口總量資產嘅數據去講解俾大家知嘅。從各個緯度深度分析俾大家去對比下有價值嘅區域。最後睇到呢度，如果各位觀眾認為我哋呢一個影片係對你有幫助嘅，可以有留言板留低支持兩個字，因為我哋每一期嘅製作都需要花大量嘅時間去做功課同埋揾一啲資料搜集，咁所以做一期節目其實係唔係咁簡單啊！希望大家咧多多支持，留翻個 like， 咁同埋咧轉發出去俾有需要嘅朋友啊！咁今期嘅節目就差唔多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